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早起这个规模7.2的大地震，上届挖进震央的花莲灾情严重。先来看这个花莲秀林乡的德卡伦步道，有登山客和路石来撼着，3个人死亡，1个人轻伤，3个死者拢是女性。救援人员已经把遗体送入山路。详细状况，请记者志明来报道。 好的，主播，消防人员拉着绳索，一步一步的往下垂降，慢慢接近被落石砸中的登山客旁边，将人抬上担架，要赶紧送下山。花莲县秀林乡德卡伦步道，因为上午发生强震，有登山客被落石砸中，造成3人死亡。花莲新城分局接获报案，指秀林乡德卡伦步道300公尺处有民众遭到落石击中。警校获报到场后，发现有7名旅客到步道爬山健行，但中途 遭遇强震，其中何姓女子、苏姓女子、陈姓女子以及涂姓男子遭到落石击中，3名女子当场死亡，涂男则是轻伤送医。生还的4人也已经安全下撤到游客中心。不过，整个救援行动因为警消人员得带着装备沿着步道上山，也增加了不少救援难度。还好最后也顺利将罹难者大体送下山。以上最新资讯，时间交给棚内。 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